劉鑾雄同呂麗君分手已經好多年，呢段日子幾乎冇聯絡，但直到今日，呂麗君喺佢心目中依然係一個一無是處嘅人。每次提到對方，劉鑾雄都毫不留情當眾鬧佢，半點情面都唔留。呢啲事，相信呂麗君個女劉秀瑩唔會唔知。不過無論劉鑾雄點樣鬧呂麗君，喺劉秀瑩心入面，呂麗君始終係一個好媽咪，係自己嘅好榜樣，一啲都冇受到父母恩怨影響。喺國際婦女節呢一日，劉秀瑩罕有晒出母女合照，唔單止為慶祝婦女節，更加直擊大讚媽咪呂麗君。劉秀瑩呢幾年為咗保護家人，已經好少晒同屋企人嘅合照，尤其係同呂麗君。今次借婦女節，佢終於放出同呂麗君嘅合照。相中劉秀瑩著住畢業袍，企喺呂麗君旁邊。呂麗君住千鳥格套裝，坐喺凳上，10年如一日，鏡頭前永遠保持光鮮亮麗。母女挨得好近，一副母女情深嘅樣。對比起嚟，大個女之後嘅劉秀瑩同呂麗君一啲都唔似，大概淨係對眼最似，反而同劉鑾雄簡直餅印一樣，連佢自己都承認。劉秀瑩著住畢業袍，明顯係畢業時影嘅母女相。據佢講，呢張係本科畢業嘅相，而家佢就快碩士畢業，不禁感慨光陰似箭。劉秀瑩晒相主要係慶祝國際婦女節，讚所有女性之餘，更加唔忘記讚呂麗君。佢話係呂麗君教致佢，真正嘅力量唔需要聲張，女人做嘅事有太多唔被人睇見，所以佢寫咗一段好有意義嘅文字，獻俾所有人，亦都獻俾呂麗君。由劉秀瑩嘅文字同母女合照，明顯感受到佢對呂麗君嘅愛、尊重同崇拜。喺佢心入面，呂麗君係完美媽咪，養大自己，教致自己做人，成就咗今日嘅佢。客觀嚟講，感情上劉秀瑩自然同呂麗君最親。2014年，呂麗君同劉鑾雄分手之後，劉秀瑩就長期同呂麗君一齊生活。當時劉秀瑩先12歲，簡直可以話呂麗君變成單親媽媽。所以劉秀瑩之後嘅成長，變成點樣嘅人，全部都同呂麗君有關。喺外人甚至劉鑾雄眼中，呂麗君可能唔係受歡迎嘅人，但喺劉秀瑩心入面，呂麗君係冇可取替嘅媽咪。唔講呂麗君為人點樣，但不得不承認，喺佢教導之下，劉秀瑩真係被教得好成才，品學兼優。而家劉秀瑩喺香港大學讀建築碩士，就快畢業，算得上高材生。除此之外，佢能文能武，中意唱歌彈樂器，又自跳芭蕾舞，就連武術都有涉獵。至於品性，由佢開社交平台，親切同網友互動，一言一行大方得體，溫文爾雅，就知家教好好，性格好好，呢一切都係呂麗君嘅功勞。所以劉秀瑩每逢特定日子，例如母親節或者今次婦女節，都會低調晒母女合照，用唔同方式讚呂麗君，可見呂麗君對佢影響幾深。當然話佢唔知呂麗君喺老豆劉鑾雄眼中係點樣，就一定唔可能。劉鑾雄2023年先後2次開記者會，毫不留情鬧爆呂麗君種種不是，當時鬧到全城皆知，劉秀瑩又點會唔知？只係對於父母呢啲恩恩怨怨，佢冇辦法左右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堅持自己認為啱嘅。而家劉秀瑩繼續同呂麗君一齊住，偶爾同劉鑾雄見面，父母兩邊都唔得罪。講真，呢段文字唔單止體面，仲好有分量，睇落好沉靜，好有教養。更令人意外嘅係，呢條動態睇落只係節日晒相，背後仲藏住一個小驚喜，佢就快碩士畢業。好多人見到呢度都會慨嘆一句，原來豪門仔女嘅故事唔淨係珠寶名牌同家族標籤，學業呢條路佢都認真行緊。講到劉鑾雄，個個都知，74歲嘅佢，商場傳奇一直係外界熱話，感情生活更加長年上榜。前妻寶詠琴同佢有15年婚姻，生咗劉鳴煒同劉秀容。而家劉鳴煒46歲，劉秀容40歲。之後佢又同李嘉欣、關之琳、蔡少芬、黃詠茹、呂麗君等人轉過緋聞。劉秀瑩就係佢同呂麗君個女，今年22歲，細佬劉子峰15歲。至於劉鑾雄2017
連同甘比結婚。大家都知，婚後生咗3個小朋友，大女劉秀華17歲，細仔劉仲學約13歲，細女劉秀儀8歲。豪門本來就容易被放大鏡睇，更何況成員多，關係又複雜。但今次大家留意劉秀瑩，唔係為咗狗血，而係被佢安靜嘅氣質吸引住。相中劉秀瑩著黑色畢業袍，一隻手鏈住媽咪，笑得好自然。呂麗君坐喺椅上，長頭髮披肩，著格仔裙，狀態好放鬆，坐姿優雅。母女微微貼實，呢種親密真係唔係擺拍可以扮出嚟。講真，呢個畫面的確好養眼，一個年輕，一個溫婉，一齊好有歲月靜好嘅感覺。難怪網民紛紛留言，媽咪好有氣質，個女同老豆餅印一樣，呢種氣場一望就知讀書讀出嚟。要講清楚，呢張相唔係最近影，係幾年前劉秀瑩本科畢業嘅合照。佢今次揀婦女節發出，意思好明顯，唔單純曬相，係借呢日多謝媽咪，亦都為自己成長留一個溫柔注腳。而家佢就快碩士畢業，呢個時間點放出嚟，意義更加唔同。我覺得劉秀瑩今次最打動人嘅地方，唔係豪門千金4個字，而係佢身上仲穩陣嘅感覺。翻佢平時社交平台會發現，呢個女仔唔淨係自讀書，佢自拉小提琴已經學2年幾，又學芭蕾舞，16歲開始接觸。睇得出佢唔係將生活當成隨窗擺設，反而認真經營自己，呢樣就好有意思。外界一講豪門仔女，總係套資源滿滿、人生開掛嘅模板，但落到個人身上，一個人有冇自驅力係裝唔出嘅。劉秀瑩俾人感覺就係唔吵唔鬧，但一直向前行嘅細路，唔係高調式優秀，係默默式優秀。仲有一點，我覺得都值得講。好多人先入為主覺得單親家庭嘅小朋友多少會有啲敏感同糾結，但由而家見到嘅狀態，劉秀瑩係溫暖，亦都自信嘅。佢對媽咪有好深感情，今次文字已經寫得好清楚。佢同老豆關係亦都唔似外界傳聞咁緊張。據現有資料，父女關係其實唔錯。呢件事其實好能說明問題，一個小朋友最終變成點樣，家庭環境固然重要，但有冇被人好好接住，亦一樣重要。呂麗君呢幾年帶俾女兒嘅，顯然唔淨係陪伴，仲有一種好安靜嘅力量。劉秀瑩嗰句真正嘅力量不必聲張，我覺得唔淨係寫俾媽咪，某程度上亦都似寫緊佢自己。講到尾，呢張合照最令人感慨嘅，唔係豪門舊事又翻篇，亦唔係邊家關係又變話題，而係大家忽然發現，當年被貼滿各種標籤嘅細路女，已經行到就快碩士畢業嘅人生路口。時間真係好快，快到好多爭議仲留喺記憶入面，人已經靜靜雞大個。我睇完最大感受就一句：家庭背景愈複雜，遇見到一個小朋友長成咁樣有多不容易。劉秀瑩今次冇賣慘，冇炫耀，就係靜靜雞發咗一張同媽咪嘅相，卻將好多說話都講透。呢種母女同腔，你覺得溫暖嗎？你覺得劉秀瑩最吸引人嘅係學歷氣質，定係唔張揚嘅分寸感？